先给小的，再去推。家己游戏你唔断做啦，我多啊。我相信你可以把你自己做得更好。来，请听。闹热曲下来，好，結果送到禮拜10、12號啊，係啊，當然有幾位朋友啊，也簽署本人淘汰啊，坐啲人那個敗部復活區，免息動快看，係啊，唔過冇法度，要加油，今邊係關鍵期。參賽者嘅積分由上擺留100嘅分數加起來，淘汰分數最大嘅兩場參賽者，其他嘅參賽者會進行下面階段嘅比賽。接下來介紹今邊嘅金牌評審團：葉家秀先生、齊思碧先生、羅傑利先生、總經理先生、小賢先生。先有請葉家秀先生，跟能大家講一下今邊嘅評分標準。好啊，今尾的節目腔當是敗部復活啦，所以大家要請注意講，唔難講。你要唱到頓冇問題，就技術啦、唱歌啦、咬詞冇問題以外，最重要是要本大家的感受，所有嘅評審老師啦、主持人啦、觀眾，感覺講你進入發展嘅前途，要留下來好好表現，然後才會爭取到更好的成績量。最重要，所以講大家好好表現，加油！好，按知識，好，大家好好加油啊！當然，係啊，你一度參賽朋友佢一度嚇，雖然比賽身經百戰嘅，對，但是經驗嚟講係咩按油，按油。當阿子唱下呢，東老師嚟示範一條歌嘅，佢咪佢有個新嘅創作歌曲，今年都發行，明年就會得到金曲獎。哇！係啊！啊，先來搶先聽咯嚇，按照阿公。阿公來彈下啦。1895年，阿公出生在美麗條屋村，馬關條約，干預台灣嘅一年。94事業看好，總對馬去做技術才能，要學法圖看書，認真書信本身，生意世界一鈔票，打論春秋太忙，人生無從從生來，一封那個土豆16歲，17歲留給年秋天一生三伏一淚人，十一路行到太浮沉，落地上演做家庭，愛嘅阿公，辛苦哦，為自己三川做成功，愛嘅阿公，家在遠我，怎會要記了阿甜歌？阿公72歲，佢是做愛嘅阿公，要愛情愛希望嘅，不愛是羅亂當嘅別。有嘢阿公做老嘢，愛阮阿公行到啲嘅做馬街，一
公要人來出身咯，怎會安用鬧嘢？愛公馬沙嘢，怎會出身咯？阿公提供人路去會，愛公用安用路，又忙出身啊！哎呀呀呀，愛嘅阿公，哦哦哦，親強哦，สุขาขาโอยโอยบูบูบู愛嘅阿公，哦哦哦，家事很脆弱，已經了幫你咯。想起愛嘅阿公，愛去看到愛切家，因為有人阿媽會做嘅阿公。哇，多多老师，很好很好。哇，你看，哎，我们太有耳福了，大家太有福气了。而且也條迄盲發表嘅歌曲哦，鐵幣創哦，鐵擺咗啲人嘅節目吼，本他個堂度，佢中間係歌詞啊，呢都攞唔掉衝啊！這個是鐵幣創，鐵幣創。佢都有間讀過歌詞，嗯，學家姐冇錯唔錯？原來不過一條歌從1895年開始創出贏阿公嘅一生，誒，創一生，啊，創出唔對阿公嘅嗰種思念。思念係咪？我講黑花阿公講嚟嘅。哦，今年都拖乙未年吼，一幫你生年的賞月今年，哎呦，今年阿公係喊財爺發一幫你是誰？哦喲，個當有意義啊，都多迄乙未戰爭120年，古松海下亞述國位啦，就一個蠻不錯的一個寫照。對，懂歷史的背景哈。對，當然就有那個過程啊，呀，過程其實最不可能，俾你可能多就當下比較講，因為。學曼陀林啊，學彈曼陀林啊，就認真彈，衝過認真的衝啊，假使會認真輕鬆，也會學。沒琵琶，也沒琵琶啊，彈是可那樣的，要琵琶。曼陀林啊，你講嘅是個琵琶呀？這不是烏克麗麗啊？也沒烏克麗，8條弦啊，都8條弦，那曼陀林，跟一般的吉他冇咁樣啊。冇咁樣，佢8條弦，各位嘅個弦的排位方式，同個貝斯老師嘅貝斯吼相反嘅。哦，係啊，倒過來，所以跟一般的6條弦嘛，吉他嘛，吉他6條弦，貝斯4條嘛，要8條，8條跟有，那怎麼彈？一彈落去咪2條，看，哦，你冇2聲音。好聽呢，好，今日5位參賽朋友有啊，上2禮拜有調教過啊，有調教過哦，呀禮拜有特別個個有，下禮拜但是係調整他們的心態問題啦。這意思講萬一輸得冇上很多，這是心沒。沒啦，結果調整他們現在一聽到贏，一聽到贏，那個贏的心一定要有，但是贏不贏還是有人會失敗。不過每個人有贏的心，那個啊，這個音樂一定的精彩。係運動家精神啊，對嘛？對。按共同來反映 TV 好嘛？好。係啊，按到林時玲帶來歌曲《羅橋》來彈看啦。我用杜氏力量，冇用後來改用係咩？係咩個人就會逼扯，因為冇做。對，好，我記得呢。駕馭不住，嘿。爆衝。因為你按斷咩？按斷的距離你有控制性，你的腹部在撐那個氣的時候，哎，自然的那個喉嚨也很容易改呀。
而像发出的音就可以控制得了。你要撑住，来。好好，你不要虚，不要怕。好，可以，可以专业啊，好好地练一下，就压机，你练下速度诶，因为你刚才冲了上去，一直在练，也可以让你个后轮骨肌肉的一个反应，直接的反应就 OK。你会习惯，你肌肉会反应，会习惯。帅哥，甜心好，我相信这个要唱到懂投入哈，懂陶醉，哇，缅怀过去哈，曾经风华过，曾经失落过，哎呦，所以也是人生很丰富了，对啊，历练很丰富，的一生好像，很精彩，然后每一段的道路都填满的非常的满足，非常的精彩，要活得精彩，对，不一定说一定都要。一生都是美满幸福，只要曾经拥有过。叶老师来，是弹那条歌也感触很多哈。我觉得诗琳是在讲诗琳根本那条歌唱得很有感触，挺有感情的哈。不过还是有点感觉讲这些感情的起伏，底下是他可能表达的有点高铁，然后
再来沉淀以后的感觉，所以没有。金杯的比赛有点比较特别的情况啊，我是针对着金杯的节目来讲，会期望你就是把他情绪再高低再起伏一点，本来的感觉讲，因为毕竟这是一个败部复活赛，败部复活赛要让大家感觉到一种经验，就是好。没讲你冲得猛后，我是觉得说这是一个沉淀的感觉，这个落差要把它撑大。好不好？好，把它做大。好，谢谢。安子生，多谢。按呢分数应该出来了哈。看分数了。看一下分数好嘛？诗玲姐姐的分数。林诗玲的分数。总计72分，应该冇乜問題。對，係啊，應該啦，分數同高。好，謝謝。先回做休息哈。安子生哈。3號嘅入面呢？從小燕帶來，還會記得愛慕。當然啦。導演我較注意到嘅吼，演嘅人卡冇按夾嘅冇吼，冇都可以啊，很慢些咧，咁較好談。嗰唔是演長久，電腦可以較省力啦，天機中一來你可以有足夠的時間，就太後戲啊，從冇按你要較從容一些咧，冇做唱到嘅米也慢過嘅米當多，有拖個拍子夠就好，做好嘅。冇跳槽，好冇俾人到後背呢類地方，好加油啊嚇！相信呢天會贏得嘛？我希望啊！來，講呢天會贏，呢天會贏啊！呢天會贏。用于主持人哈，摄影机哈。宪国人懂创业，系啊，那条歌就懂事他唔创啊，啊，比较传统。对呀，对不对？你这也知道，比较好掌握。传统的流行族，流行歌传统的流行族。讲传统，其实没有，也没一路了。一条歌唔没讲2-30年前，你嘛个哦一条法术琴啊，嘛个诶。谁不敢讲哎？啊，必须，谁不敢讲？必须俩哈的流行歌啊，必须俩哈的流行歌，就是哈大西啦，哈大西啦，也系啦，咱咪中央啦。啊，不过适合收音机的歌路啦，哈。我两个唱一位较后生的，安尼法典来安尼徐世慧老师哈。收音机那个嗓哈，本上就有一种，人讲我会有点倒勾到里面，我们整个口腔的感觉哈，我总觉得你的声音一直都很闷，都啲後背出聲，故所我聽唔到人頭前的聲音，就像天機。你也思念你，我變啲頭前來唱，咁講人聽到會全部啲後背較多，故所人嘅聲音嘛就會變到冇按亮啦。講起來，其實人喺人嘅特色。啱講件比其實表情上面嚟講個基本上都還不錯哈，有拿出你的
实力哈。啊，毋过有几个讲无钱啊，无伊个特别欢喜的方式，较建议讲规矩的创作，吼啊，还有做迄个记者室的创唔创，还没有较大上到的啦。因为两摆的故事吼，第一摆的故事创作的，第二摆的故事一场发言上面有了了个无嘛强样。还有个讲，有一个无钱啊，无伊，第二摆的无心啊，无爱，创多迄无钱啊，无爱。嗨，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。OK， 好，安之 say。安之 say。东东老师有体育方面跟之投稿吗？嗓音有哦。有讲嘅声音较含电的安尼啊，有呀。有吗？哦，那有请东东老师。基本的给七改给声音的特质是有，只要在位置再转换一些往面门去哈，它浅的位，这是一种体会哈。因为你但是冲到后脑勺这边比较多一点，所以你就声音会闷，相对。咬丝就会摸懂清楚，好，故说要花点时间，太多，有几分感用私下同讲，用个腿冲往前推，好不好？加油啦！深入欣赏。好的，好了，那就看一下分数嘞，哈，来。总秀颖的分数。觉得他唱的好不好？他唱的好啊。哦，是他请我来的。好了，那就看一下分数嘞，哈，来。总秀颖的分数。哇！安尼没理想，系啊，都无理想啊。系啊，我要尽力的呀。哦，唔啊，先转去抽下咧。好，希望等下有人分数比他大。冇安尼啊，搞笑。好，继续一下。好了，可以做休息。哦，撒下来。咱欣赏带的新闻。来听啦。伊当作转音，转音要转较准点位哦，莫乱转哦，较个有些音唔乱转哦，我多哦，咪瑞哆就下夜哈，故说我们抓较准点位，好不？还要转一下，甲练改一下，练点改动。好，各位呢，最重要是要有自信，来同我喊一次，爱清腔1、2、3，爱清腔，爱清腔。春来放满春，海云尽风中。秋去柳残梦，冬梅耐寒风。春来放满春。夏云清风中，秋去柳残梦，冬梅耐寒风。烦
演唱歌你好，两位主持人好，哈，今日条歌也唱到一有弥陀，系啊，林老师的歌曲啦，嘅歌也都朗朗上口啦，对啊，好唱，好嘞，也唱罗格里先生。燕子，你讲哦，我第一摆弹一首歌曲，我发现一开始前面4句，迄吸烟哦，到第5句开始以后到第8句，同样的歌词重复一遍，但是用海风来唱哎，不一样的和弦进行，但是不一样的音符注上去，很棒的一首歌哈。我一直在想，奇怪嘞，张燕成你音乐跟上来创下首歌应该很适合啊，可是总觉得哪里少了。先讲错误了哈，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就讲出纯音乐嘅新闻，你这叫创成稀稀落落嘅新闻哈，也系基本嘅歌词唱作一个致命伤，懂大宋哈。再来，这个致命伤犯了之后，含义更严重的就是讲一个更不够的地方啦，就讲其实艺术优美的歌曲线条是有写歌的老师有啦，线条做出来的时候，其实你在铺陈、你在唱的时间，个线条跳平嘞。虽然你的声音也是很 OK 的，但是你没有把那个线条、把那个线条、那个情绪做出来的话，就少了那个味道了。所以，给命我按你建议，如果说今天你真的不幸落败了，我鼓励你一定要回来，你一定要回来，你一定要去学怎么样去用自己的声音做情绪的表达了，用喉咙来唱歌这件事情，证明你张燕成是可以的。好冇？好，加油加油哈！加油啊加油！啊，你做了考验下分数了，咩啊？看展燕上的分数。好嘞。哎呦，比加嘅比行啊大一分。有较无理想，你看阿公大都6分。系咪系啊？安尼唔怕，先暂时抽一下啦，好，暂时抽一下哈，休息一下，等下咱就公布啊啦，好，好嘞，好嘞，杀下来。係林冠權。好。帶來吳彥華。嘿，佢咪唔要變乖變乜嘅咯？變出乜嘅用？你看啊。成績都還看唔上過，在家不就是看大下？好，你不要看，你不用看，於是你是看央就看遠方，因為這首歌是非常深情。其實無言的話到底在哪裡，你也不知道。可是冥冥中雨灑你，你懂愛你，他肯定很愛你，可是你無法說出口，我有這種感覺，我得攬出來，好不好？所以你的眼光放遠一點，然後創作副歌時間，聲音要丟出去。好，加油啊！謝謝。敗部復活沒關係，要加油，好不好？謝謝。好，所以同來講你都愛清腔來，1、2、3，愛清腔。
想我太高。哇哦！来，这位老师我们的萨克斯风老师。哎呀，这又是哪里找来的老师？就我们以前，不是以前，最近都有在那个商演这边商演场合配合的老师的。表演都会遇到。哦，是啊。关群下摆会都安尼落杯吼，去实体交战一下，然后去演出。你觉得他唱的好不好？他唱的好啊。哦，是他请我来的。要认清楚谁是老板就对了。对，这首歌刚好跟主唱者哈在我们现场。主唱者，词曲创作者没来了。对，主唱者在我们现场哈。我们欢迎肖老师，肖元新老师。对，今日安尼欧巴哈，其实个进步挺多嘞。他那个铺陈哈，比松吉哈是比看某按一下就冲上去了，但是还会有一点点问题哈，就是又何必烟摊眼神？你看第一炮，你皮嘎是轻轻的没有错，但你 A1、A2 要有一个区别，你的情绪要加重一点嘞，情绪加重，你的声音要多一点点重量。好，这样我们弹一个空调，因为你都副歌刚一下子就砰就上去了，无言发一下就从你们吓到，所以你那个地方不能一下你的声音懂谁一下子砰差这么多，好，这个要注意哈。不是说你第一个接副歌的时候不要一下太重音，到第二次的无言发我们再加重，然后情绪重一点，这样慢慢的爬楼梯才不会一下摔下来或跌倒，好。还有就是你那个咬舌的地方，我觉得，所以因为你的嘴巴没有张开，所以你的音就看起来是含糊。你看很狼，你不是很聋就变很聋，咬，嘴巴就是没有张开，所以那个音没有完全，没有发完全，好几个地方啦，好，就说如果有晋级的话，一扎丝一扎丝一连，这个要注意一下哈，谢谢。谢谢老师。干粉丝。来看林冠群的分数。谢谢。好，应该没问题啊。哎呀，回座休息，好好休息一下。好。这样马上就分道扬镳。因为领到钱了。好来，杀来。陈建基带来致命。好，来弹个啦。因为爱是你的致命。下一个嘛，因为爱是你的，你要有力道，意识要到我，你不能不能这样啊，因为爱是你的致命。好，你要冲上去，冲上去，好，加油，好。
哎呦，没想到我们客家界的陈雷还可以 rock 啊！对啊嘿，新学的歌，新学的歌。康雷。哦，康雷大哥的新歌啊，是。六队啊，什么的。六专辑。六队，佢之前有出一种新的专辑，系啊，佢咩一味啊，那客家文化哈，啲推崇啲发展。好了，来陈雷，庄慧茹老师，麻烦你来。是建局，这首康雷大哥的歌是我合的，新专辑，对，那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，因为康雷大哥的声音非常的雄厚，那我要给你一个建议哈，你这样的一个歌，你要去诠释它，从头到尾这样唱，你只用这边的话就会很累。我们听了也会觉得很累，这是一个我觉得可以更多进步跟学习的地方。再来就是因为你是用喉咙来唱歌，并没有用到你的腹腔或者是背上的一个肌肉，而导致于你的拍子就没有办法掌握得很好，所以有一些地方啊，因为爱恨你给那个拍子不对，然后给就飞到天边去了。你的字命更加的不会在准确的里面哈。再来呢，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地方，你的段落反复的时候，你的歌词错了，你低帽，这个很可惜哦。在比赛的时候，千万不能发生这样的问题，很可惜哈。那尤其是。这次比赛这么的重要，如果因为这样的闪失，不是很可惜吗？好，没关系，但是下一次如果机会的话，一定要更注意这个问题哦。我还是觉得你还是非常的勇敢，然后学这样的一个很棒的歌，我们大家也可以一起来欣赏，很棒。谢谢，加油哦！谢谢老师。好，那客家界陈雷，陈建基的分数。35分，所以也表示有1 34，有2 35，也做等下咯，歹势哦，先生开会一下咯，好嘛？哎呀，本先生就决定，先生讨论以后来看慢人做得留下来，好嘛？好来，有请。今日嘅比赛以后，5位抢时淘汰嘅参赛者，林子玲、钟秀莹、张燕莎、林冠群、陈建基。经过评审先生激烈嘅开会讨论以后，到底评判嘅们会继续留下来，还是又会告片闹热舞台？牛哥说穿透力，穿到他家的门口去。真的吗？对，不用按门铃哦。对啊，穿到屏东去了。分数已经出来了哈，哎呀，俺现场嘅讨论结果也出来了哈。看慢人能够救过来。当然反应没按做啦，哎呀，反应要不然是，哎呀，德高望重，我们的叶家修叶老师来，哎呀，好，麻烦你来公布一下了，嘿，好不容易有个好事做哈，这是好事啊。那个救过来，第一位哈是林思玲，嘿。哇，思玲姐姐，恭喜！第二位林冠群，恭喜！第三位陈建基，陈建基太高。大家都很好。不过有两位呢，其实头前我们老师说过了哈。个中国噶有中国嘅前后嘅前腔跟后腔，还有嘅共鸣位置，你要时间来练。所以呢，我们稍微给他们多一点时间，下一次再回来的时候，完全可以改头换面，让我们节目里头可以靠着你们再生辉，这样好不好？好。所以大家不要，绝对不要因为这样子说，没有回来就觉得很可惜，很怕。这是给你们更长的时间，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准备。
再来节目里面做更好的表现，好不好？加油！好，安子生，好，勇气留下来的朋友，两边无留下来的朋友，继续加油，好吗？安尼节目永远vin愉快，好吗？安子生，多谢哈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安尼啊，留下歌曲组已经比铁了哈，多谢5位新贵评审先生，谢谢哈，安子生。我们看成龙组的比赛嘛，好来看比赛。好，看完流行歌曲组。杀下来做安尼传统做安尼败部复活比赛啦，好，亚礼拜都在真空温样版的啊，马上哈安尼介绍安尼评审先生，好嘛？来，李秋霞先生，李建明先生，曾庆祖先生，罗一鸣先生，姜云乐先生。有请到李秋霞先生来讲下今晡日的比赛规则。好来，你啊，是不是按照关键赛？有，忙按照关键赛，就是从败部中能够复活，能够用不到个败部中复活，关键就在你今晡都有认真嘛，有拿实力拿出来嘛。你要嘛去让人呢，不外乎就嘛老师、专员，我唔记得了，歌词，还有王希、司机、八节。也都非常非常的重要，所以在这位希望你哋能夠拿到好嘅成績出來表現，加油！好，冇問題。先生，好，老師講關鍵賽，就是講大家要拿出來的比賽精神，但是比賽之前還先唱一位先生的所謂的同學的示範啊，好不好？大家董小店的節目，談到一位先生來開金口，哎呀，難得做個有唱到佢，好不好？安尼唱安尼王丕書先生來開下金曲，來示範一下乜個人都唱歌嘅呢，乜個人都金曲獎嘅先生嘅呢，好，好，分享到王丕書先生帶來松龍。來。
学员们有看到吗？对。啊，也只会欣赏，啊，欣赏只会欣赏啊。对，一开琴口那个声音出来都冇重要。对，刚刚牛哥说穿透力，穿到他家的门口去。真的吗？对，不用按门铃啊。对啊，穿到屏东去了。对啊，那个唱高一下，就是要按3礼拜哈，跟学员相处在一起哈，你也很辛苦，学员们也要懂辛苦了哈。相处在一起的，你觉得他们啊？有没有什么感想？因为了解事件哈动断，所以又给时间来给他们一些建议，可能要怎么做，他们都说信上来总来呢，就是一下子改不过来。那我就跟他建议说，没关系，你先记住这个我给你的建议或者方法，你可能在这个礼拜回去。按照这个方式练练看，也许下次就会有不一样的表现。对，所以刚刚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啊，黑毛，哎呀，谢谢老师哦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可能麻烦再陪学员一下。对，我今天又是参赛者了，好吧，来，陪着他们，给他们加油打气，加油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麻烦先这边让我走哈，嘿嘿嘿。好，安尼相信安尼所有那参赛者哈朋友加唐导安尼黄老师创以后，一定要增加佢动作嘅唱歌嗰種心情。有唱到 TV， 係劉淑萍帶來《羅山歌》。嚟，彈下。月亮金啊！来的时候，因为它比较长，对不对？来一唱，先给小的，先给轻的，出来，先给小的，再去推。我身体一直在给力气，可是我在外面嘴唇是不会乱动，这就让声音更稳定。主持人好，你好。哎，有茶呢。茶来刚刚老师教的有吸收一些。哎呀，真的，我做现场唱的，包括TV 参赛朋友都非常的稳，懂稳听。淑萍是双摆比赛
迄得到8万高分，毋过就别人淘汰到败部复活，得到43分呢。哎，所以嘿啊，不用轻松啊，吼。对，哈。好啦，轻松啦哈，莫按紧张啊。莫紧张，先有请到立秋夏先生来公平。好来，今日安尼咧shopp评，今日咬字方面啊要注意人谈一标准哦。有人讲有人创嗰種安跟安吼搞不清楚，而且講不團，三槍兩腳兩多羔羊，湯姆森係嘛？湯姆森，嗯。3000年前緬甸多高原。但是因为他安跟安搞不清楚啊，安像甲他shopping嘅唱嘅客家人嘅聽一句，因為你唱的段落太過於分明，有冇？落山歌是只有人唱嘅方式，但是你一下用頭前用唱多呀，會不會你感覺你的氣收音就會不足？所以你嘅客家人嘅時，你輸音嘅時間就有點聲音就壓掉。還有翻山過海嘅方面講到，還有雷上飛嘅音多少飄一點點嘅。還有一價錢上音，那麼多少入題哈，所以我哋本在建議加油。來，謝謝好的，好啦，繼續看分數啦，好嗎？拿到個分來。劉淑萍的分數。要講個水準哈，先同恭喜哈，回座休息一下哈，安住先，殺下來。范思源帶來羅山歌。等啦。要去加油啊！啊加9沒有哦。我可能加到地溝油。你今天的声音还是会有一点哑哑。对啊，因为感冒。对，不要。可是感冒的时候用身体力量多一点点，我们稍微半蹲一点点。这个回去练习，然后练熟了之后站起来，然后去体会那个感觉是一样的。主持人哈，要去加油啊！哎呀，哎呀，我忙嘿，唔可能加唔出油。哦，哎呀，唔可能加到。我加998沒有哦。我可能加到地溝油，加唔出。加唔出，做嘛會加唔出？跳到上音有時擦起嚟嗬。啊，那要。
冇嘛，他甲无糖豆。看安尼李建明先生有糖豆嘛？哈，看糖豆14嘛。偏高啦，现在饮果的问题。伊个都比样期的。嘿啦哈，所以饮果变讲个对头筋的筋啦，三筋膜创的膜啦，韩国那个三龙体，个三龙体上壁的去啦哈，吹到踢。吹又最地我踢到的哈，推就萎缩偏很大度，上阴走啊走，这样走入去啦哈，所以呢，日本很严重，在这个不用建议啦，果此段风水做在上梁梯，人创梯当然没讲做唔得，但是来看清多嘅多个书当个全部风水做在上梁口会好好创啊！我加油啦哈！好，安子姐，我加油！请教了王批书先生哈，样板高的哈。他 pitch 的问题是其实非常严重，所以练习的时候一定要去听那个音准。对，这个是在台上你常常会发生的问题。对，还有啊，跟你那个上啊。有感冒嘛？对，所以加油也没有用，很久了。对，这个可能就这个没有办法。本身那个严禁已经不是很好了啊，车子磨力的。来，还得看一下分数哈，好，看一下，来。看范思云的分数。哎呀，不差哎，39，还有39分呢。还有机会哦，还有机会，加油！先专业毕业然后错了，好嘛？哈，按这些好，我来杀下来。阮家庭8哟，算家庭带来平板。来，等下。你唱的其实是很有我们所谓的原生态的唱法，就是很原，就是那种很在地、很原来那种老腔的那种唱法，所以我不想要去改你，而且我想说应该哈吧，绝对是咬字是没有问题的，所以我只要给你信心，其他的你就是做你自己。OK。对，因为现在改也不会更好，对我相信你可以把你自己做得更好。对，有没有信心？有哈，加油！好，谢谢。不是要这样子，要这样子，对。加油！加油！请支持俺的节目，哎呀，俺节目一开头哦，声音演的钱的哈，哎呀，其实比都呀哈，你可以拿全勤奖全勤奖呢，哎呀，哦，这真的是按多岁，那比都哎呀，吼，啊，条都错的题，啊没有，家庭8按多岁，真的，还按3万多比赛，我90岁的嘛，
救小人。人有啦。乌白讲，蒙古的乌白讲啊。乌白讲啊。来，先谈一下个真真民族先生。30出头个哈，吼，30个倒是别的啦，所以个别的人啦，哈，哦，其他浪子回头没有四个每一个人没有受过的安呐，哈，日哈安呐，哈，所以基本上个润米做到亲家，上个上个希望安足嘞。吼，所以你还是这个来唱吼，所以受过讲的班人的，吼，主要是体力无安强嘞。哦，所以你结婚啊，哦，加油啊，要加油啊！看分数啦。好，来看一下沈家庭的分数。高呢，100分呢。哎呀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没问题呢，他一准必须讲班去。是考哪的啦？是考哪的？按按辛苦。好，加油啊！好，辛苦的哦。姿势好，做休息啊。好。好的，好的，好，来，那个好，分算歌，来，罗思恩带来3个字。好的，谈讲了啊。路难流通啊！我说你要不个摇无摇安太呢？一滴来听听，像之前抗酸了来等啊，落啊，好。你的啊，嘴巴再小一点点。我们再听一次，我学你的。对面有困难多啊，跟对面有困难多啊，是不是中间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？有哈，哪一个比较好听？不知道，因为是要给评审去评判。对，可是你可以做到这个东西的，不要让你的嘴巴因为张太大，声音就变直了，可以更好的，好不好？加油喽！希望不要被淘汰，好吗？孙阿哥啊，哎呀，我说你要不个摇无摇安太呢？一滴来听听。
一滴泪天天唱之前，我항酸啊，来等啊，暖啊，好，你记不记得？冇啦，黑白最會，黑白會最白胎啦。这样，没有你那个 feel 啊。阿公有跟我收斂一点吗？没有啊。没有，阿公没有讲啊，都是老师。没有管动作啊。还是你自己有体还是你悟到？自己看到电视上觉得晃得太厉害，你觉得也头很晕？没有，我就是觉得很累。太累了，那么晚。你是不是觉得很累？我体谅你，体谅你哈。哎呀，小孩子体力也没有很好哈。唐下呢，罗茵茵老师来，好嘛，再来公平啊嘞。好，徐家英吼，上咯，小弟弟应该摆床吼，以后就係講。因為你該上運動吼，所以呢，你一路你係過關斬將來到了吼。唔講你該願意真正會加入，因為你做唔得怪你吼，就係你都下入現實嘅人從起來該願意，當然就會讓你下more強用。唔講係本人建議吼，就係你數每日嘅時間，再去練習看啊吼。比如講嘅路難通吼，係你本來用班從一擺。路難流通啊！好，嘅做一隻就當將咧。哦，聽得出來嗎？挖一下เลย。係，你是不扭一下？好，嘅認出來咧，強用無菜功也係，嚇。所以嘅原味其實你就係嚇，嘅每日做一下，上一隻入去。就轉來，應該原味就會加分咧，吼，你就係成日從事實會出現嘅問題，吼，轉去練習看啊。韓國呢，你試過吃唯一就是菜籃，因為你講海料菜籃，吼，也係會避開，長嘅時間上去就會冇注意到。好，唔過你見本人嘅我去到表現都比上禮拜還好，好，所以我本人以後改分數，所以其他唔願意嘅問題再去嗰練習加強去看，當有機會哦，哈。好，有冇現在？有冇所以啦，準備開啦，開下老師嘅分數。哇哦，75分。哇。5分呢？請問啊，那個黃佩樹老師有教我嗎？那雙腿之前有教我師傅扭一下嗎？他叫我那個嘴巴要圓一點啊。圓一點。哦，嘴巴要圓一點。難怪我剛剛看你嘴巴好圓哦。對。哦，好圓哦。黃老師，他其實很穩吶。可是我覺得他小小腦袋裡面。如果說這個老師給他的訊息和那個老師給他訊息如果不一樣的時候，其實他一直在掙扎。包括就是我們在肢體上面給他的一個講法，可能有人覺得說，他這樣子很像很有架勢，好像很有他的味道。可是我今天在改，然後我又聽到別人講的時候，他就開始猶疑，到底哪一個才是對的？因為他現在沒有辦法真正去判斷。可是我們也沒有辦法給他一個真正答案，說怎麼樣才是對的，因為他可以盡情。我覺得他現在是在找他潛力的時候，對，可以給他很多很多不同的方法讓他去試，對。可是到底怎麼樣適合他，可能他試過了之後，才找到他自己屬於他自己的方法，會比較好。對，只是說可能在每個老師給他意見的時候。如果有衝突的時候，他真的就會 confuse 了。對對對對，所以還是靠自己啊！哎呀，好，加油啊！犧牲唔講呢。好，好，舉雙目嘅。係啊。晚安。好，再見。Good night。再見哈，拜拜。好嘞，撒下嚟入面。最尾一位哈。王彥玉，我帶來3個字。看看啦。字是字，稱字是稱字。淚台流，有冇？淚台流。對，就跟你剛剛好像你中間有多一個，我不會講，好像你在為了要連接那個字之後，嘴巴有動了一下，把重要的字唱出來，然後中間的連接 o e 可能要慢慢丟掉，我的就是也是會出現太多，就反而讓人家記。
行迄个稳稳的，冇问题啦。哎呀，爱吃到。整体啦吼，整体。这个感觉诶。伤兮兮的，伤兮兮的啦。上帅啊。累了。累了。拼到这边累了。是啊是啊，蛮牛，喝一下。哎呀。唱完了不用。你累了吗？睇下姜云有先生。张老师，麻烦你。看到个汪小姐嘅當好嘅會所，就講佢嘅表情係就當放鬆嘅，還有當表鬆，不然伊就看佢唱歌，伊能當舒適哈。對，不過呢，在上映嘅表態上啊，你係你冇辦法做到當完美嘅會所，尤其過日嘅時間嚇嘅嘅上岸丟不出去了。上映嘛，講起都冇自然的啦哈。韓國最後輩嘅是董明賢咧，那個上映已經爛睇咧，最後期。所以當然咧，你不應唱歌一種當享受嘅感覺，但是最重要嘅劇，從結束劇結束嘅劇，不應起到當冇滿足，該是按到當打賞、當可惜，這樣子哈。希望你韓子生，謝謝啊。安尼看本書，本書唔點樣辦？老師要講到董大爽，董大爽，來看一下，來。王延勇嘅本書。來。西施粉，不一定哈。先回座休息一下，好吗？哎呀，先专业休息哈。好，休息一下，让老师讨论一下。对，好，来，谢谢，回座休息。所以按今年5米参赛朋友败部复活比赛已经比脱咧，当然万一要留下来，还唔知，因为线上底下有其他讨论的论点，按先休息一下，把线上讨论下来。好，看万一再留下来。希望全部都留下來，好。經過精彩嘅比賽以後，5位搶時淘汰嘅參賽者劉淑萍、范思雨、鄭家田、羅思妍、王延勇，在評審現場開會討論以後，到底萬一會不能淘汰呢？哇！經過安尼5位嘅現場。安尼激烈的討論以後，家強全部上打了。打起來咧！上打，佢一來誒。係一族嘅嗬，乒乒乓乓嘅。個真民主先生嘅過得係。就塌下來係啊。係啊，可能腳痛啦。經過討論以後，還要分出勝負，還要有結果。安尼派那位先生來。做下發言啦，你。要請到李秋霞先生來做發言。經過了5位啦激烈的比賽以後，終於分出勝負啦。經過分數就在一點點伯仲之間，所以基本上5位參賽者我哋係強落選出3位啊，安尼咧留下來嘅 TV 劉淑萍。恭喜淑萍姐姐。聽一位盛家田太哥。家田捌講，但是專業加油，佢擺講起吼，講起，講，冇硬講哈，講係。第3位安尼可愛的小弟弟健康來咧，這健康到尾本書吼，一比賽睇佢這個講，佢當場都會看啊，專業強人加油，但是你記得你嘅咬絲要特別注意啊，你傳統能夠傳暗號，所以就本人進步嘅工業，但是你注意專業。咬絲特別注意哈，加油！按那個2位思源，還有安尼嚴重，你今年雖然冇機會冇留下來，但是專業加強練習，下回還有機會，好嘛？好，安尼恭喜3位留下來朋友哈，安尼思源姐姐還有嚴勇姐姐哈，排泄哦，哎呀，節目還繼續做，明年還幾年呢？係啊，你想我來出來，係啊，好吧？係先去。佢去報名去4川飛報下嚟，衝下嚟388。等2位哈，好嘛？思源姐姐哈，排泄哈，恭喜留下來朋友哈，謝謝你們，謝謝。
很多的好唱歌的朋友，要上我来报名，唔对，我来报，大家报告他。报名专线0919388398，还有纯正天发哦，0227478231。等一下都来报名哈，今天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视看以外呢，还有多谢5位辛苦评审。谢谢。谢谢我们的参赛者，还有我们的詹老师、大约长。谢谢，谢谢。同时，大家冇唔記得啦，下禮拜今日時間嘅時刻呢，扭捏大擂台，扭捏向下來，拜拜。